无这。 玉山气象站拢是银白色的，有够水。今日透早6点半，玉山落雪，雪差不多积0.7公分。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早暗偏凉冷，未少人出门赶快的踏一领雨啊。东边海面以及陆地仍然会有一波波降水回波，造成东半部地区有降雨的现象。中南部的平地以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都是可以看到阳光的。 北部地区气温差不多15度，中南部较热，差不多25到27度，东部早晚的温差较大。拜四小可回温，不过到拜五较高的雨啊都要退出来，因为有一波冷空气会来。星期五这样的天气形态之下，其实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升高了。星期六开始，温度就会一直往下降。小年夜到除夕这段时间的北台湾、金门、马祖，除了温度往下降以外，日夜温差也小很多。低温仍然够低的话，则3500上公尺的山区在星期五还是有些下雪的机会。 28、29暝气温会更较明显，可能剩10度尔。各地拢会落雨，看这个办势，这个过年可能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。除了讲水暗要挂好以外，遵守防疫工作，嘛要穿好少，唔通去感冒。